OK，大家早。早。港府台啊，港府台轉台嘅 TVB 啊，A Star Is Born，星光熠熠。哇！So V 呢個舞台其實係屬於我哋嘅，我哋每一個人嘅。啱。OK，so 呢個 A Star Is Born 1月17號公司舉辦嘅呢一個環節。希望我哋每一個人今日坐喺呢度嘅，全部都要上台。Yes。V Nutrition 2023年1月1號，我加入嗰陣時 ，Venice、Juliet、Melvis、Winnie Winnie 仲未嚟嘅嗰陣時係2月3月啊，好似係應波係幾個1月1號嚟到嗰陣時，仲係裝修緊。2樓叮叮當當好嘈，淨係個2間房係可以用嘅啫。嗰陣時我哋嚟到 V 淨係呢一度好嘅材料，但係今日2年幾嘅啫，我哋所睇到嘅會所啦、什麼嘢啦然後咧住宿啦、香港開發啦、印尼開發啦，所以呢一個係 V嘅夢想，亦都係我哋嘅夢想，啱冇啊？所以呢個夢想，一個人一世裏邊冇夢想，等於係一個鹹魚一條。夢想係每一個人都想嘅，想啫嘛，唔使錢嘅，想嘅啫嘛。但係想愛乜嘢咧？其實想俾人認同你本身嘅價值觀，自己的價值觀，給人家看到認同你是原來這樣的。我喺 Covid 嗰陣時已經係落翻嚟咗㗎啦，曾經事頭婆啦、總代理啦、飛嚟飛去啦，係好多啲students，OK？跟我學美容嘅，但係因為 Covid 落翻嚟，呢啲我咩都試過咗㗎啦，唔需要啦。但係因為呢個 V Nutrition Venice， 今日得閒冇？得閒，得閒嚟出嚟去邊度？唔使講，換件衫就過嚟，就係呢一個動作啫。其實真係好好用㗎。如果你叫我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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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咁多嘢咧，我係唔會嚟嘅。點解？因為我係唔愛咗㗎。但係呢個 V Nutrition 當我踏入嚟嗰時，唔同，我所睇到嘅嘢係唔同。有乜嘢唔同？係個感覺唔同，個心感覺嘅嘢。因為呢一樣嘢 V Nutrition， 我記得第1週年嗰時。我喺台上講，我相信 V 會帶俾我哋健康、財富同埋 happiness。Yes。呢3樣嘢係每個人都想愛嘅嘢，健康、財富同埋 happiness。自自由由，冇壓力之下，可以喺台上呢度星光熠熠， Yeah。發光發亮，啱冇啊？所以呢一樣嘢。係當初我都好似你哋坐喺呢度買嚟食嘅啫，但係點解今日會上台？公司話：你上台唔開，因為我係買嚟食，係平常咁樣介紹人啫。但係呢個舞台你睇，有一個舞台喺呢處嘅，我諗住唔係我嘅，但係好似學成個話齋。食嘅啫嘛，跟住同人分享嘅啫嘛，呢一個動作其實夢想可唔可以實行係要付出代價㗎，有冇啊？如果你淨係諗而唔去做，係根本冇可能有㗎，有冇？咁我喺呢一度，你諗咗有一個夢想，有一日我退休乜嘢都唔使做。叮叮當當嗰啲錢自己曉嚟嘅 passive income， 係冇？跟住你飛嚟飛去喺邊度聊都好，你都24小時都有入息入嚟，
分字都有呢樣嘢，畫大板、畫大餅，講我有沒有啊？有沒有啊？就是看我們能不能受唔受得呢一個嘅付出嘅代價。喺 V 呢個平台嘅代價係乜嘢呢？如果你要達到呢一樣嘢嘅，係兩樣嘢啫。你做得到，我做得到嘅嘢。第一，買嚟食啫，食啫喎，食咗皮膚又白淨，又後生，靚足入邊靚字出嚟嘅。入邊靚，出邊靚。入邊靚出邊靚，核突了了係咪？蒙娜麗莎 ，OK， 水庸庸啊，所以呢一樣嘢係我哋心情入邊嘅感受嘅嘢嚟嘅。你食咗，你先會知道我哋所講嘅嘢係乜嘢，所以冇黑笑㗎。Yes。係買嚟自己食嘅啫。啱。所以我就係用呢一樣嘢買嚟自己食，我有食啊。但係 Ivy 做咩唔得嘅？冇嘅。喂，你成日揞我啊！你食幾多？你有大量食冇？我講喂，食住荷包啦，我冇成啦，咁樣3萬我1萬之後，翻到去我老公都刮住我咗咯，1萬蚊喎，係嘛？但係因為我嫁女，所以愛靚，大量食18條係嘛？咁真係18條，2個禮拜啫，哇！靚到靚到唔知係我嫁女個場面定係我結婚啊！行到出嚟，哇！好似明星咁樣啊！又瘦又靚，後生過我女啊！哇！點解呢一樣嘢個感覺啊係唔同嘅？你會特別姣啲、潮啲，哇！係嗰種嘅自信啊！爆棚㗎，呢樣嘢你講唔出㗎， Yes. 所以變咗呢個產品係我哋嘅細胞嘅食物，我認同呢個係我哋嘅夢想，每個女人、女士、男人都愛嘅嘢，後生、英俊、瀟灑，可以享受我哋前面嘅多10年、20年後行到出嚟，人哋嘅哇，你唔同就係呢一樣嘢，我嘅夢想就要呢樣嘢。你唔同，有咩唔同？咪你自己食啫，你食夠冇？你夠我多冇？哎呀，18條喎，啱冇？就係呢一樣嘢。如果你要達到呢一個代價，就係買嚟食嘅啫。第二樣嘢，因為你食到靚，公司舉辦咁多咁靚嘅嘢，我淨係邀請人嚟嘅啫。邀請啫喎，冇做嘢嘅喎，請人食嘢都有罪咩？好難咩？我邀請啫喎，咁樣呢啲人你有心係邀請佢，係一定嚟嘅。再到去嚟，你做得到冇？哎呀，係唔愛嚟㗎啦，係唔咩㗎啦？咁樣點啊？你都冇心嚟邀請人。如果你用心嚟邀請人，肯定人哋嚟嘅。多謝你都唔切。因為 Venice 帶到我嚟，我今日先喺呢一度，仲可以享受當我甜蜜蜜嘅享受我嘅魅力，傳授俾每個人。所以喺呢一次第一個動作好簡單啫，11月不見不散，喺邊度啊 ？Grand Season 係嘛 ？Grand Season 嚇，不見不散。喜臨門11月，簡單啫。教好自己，食靚自己，跟住揾4個合夥人入嚟，4個啫，唔係40個，4個啫，用心、用力、用盡，食靚自己，18條，11月見 ，OK？ Yeah.